運房局嘅分拆，本人認為分拆重組政府嘅行政架構並唔能夠對公屋短缺問題起到大嘅作用。如果只係內部行政問題咁簡單，就唔需要等到今日先去考慮拆局。房屋局由2000年初經過幾次架構改動，都解決唔到房屋問題。公共行政研究話俾我哋聽，行政部門改組好多時候都唔係靈丹妙藥。我認為我哋最需要嘅唔係架構改動，而係強而有力嘅房屋領導機關、土地同埋財政資源，加上決心同埋趕咗要還嘅承諾指標同埋做事文化，公屋短缺嘅問題先有望解決。我哋而家設嘅入息限額，基本上係一個不切現實嘅入息限額。其實基本上，如果用你呢個限額咧，差唔多每一個申請者咧都要係一啲貧民家庭先得。我想請問下政府有冇去除咗話用我哋而家嘅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呢啲咁嘅數據，唔知有冇親身去到入屋，去到做下啲調研，真係去親身去問下啲市民，一齊去共同生活下，知唔知道真係用唔用到29,640蚊？其實係咪4人家庭真係生活得到？最近本人多次應當地居民嘅邀請到該區考察，可以用幾個字嚟形容：慘不忍睹。想請問一下，市建局近期有冇真係親身入去啲單位睇下呢？知唔知裏邊係爛成點樣樣嘅呢？我手上有一啲照片，包括就係話嗰啲喺地下嘅主力柱，其實個底部已經嚴重鏽蝕。另外啦，做完市區嗰啲樓宇更新嘅外牆油得好靚，但係其實嗰啲石屎簷篷呢，其實係爛晒。屋裏邊呢，其實點樣補都冇用，我哋只可以補到外牆。居民係要靠嗰啲袋喺窗邊接水。另外有一啲爛到咧，其實爛到爛溶溶嘅單位已經係住唔到，係空置咗。另外啦，喺通天同埋喺韓柏亦都見到，其實喺屋頂係好多樹木嘅。主席喺13街咧，其實石屎咧係成日跌落嚟，已經唔係新鮮嘅事。居民經常將跌落嚟嘅石屎就放喺路邊。我執咗一件俾大家睇下，阿林筱魯議員幫我拎嘅啫嚇，唔代表佢同意我講嘅嘢嚇。咁樣咧，我執翻嚟俾大家睇下。後邊先緊要，呢個係石屎，後邊嗰啲鋼筋。居民問我知唔知佢哋用乜嘢嚟加餸？每一晚係天花跌落嚟嘅石屎碎。咁我想請問，呢啲算唔算係緊急？係咪要居民喺屋企都要戴頭盔？係唔係市民行騎樓底都要戴住頭盔？係咪要我哋要喺咁危急嘅情況底下，我哋都唔理？我哋住房嘅供求矛盾需要嘅重點係應該從供應面去解決，而唔應該一味抑壓合理嘅住房需求。單靠稅務抑制需求，只能用於一時，唔能夠無止境咁重用。要從市民嘅成長歷程同埋生命週期出發，從香港宏觀政策層面進行階梯式嘅住房政策規劃，令到佢哋可以逐步有序，從租房走到去買屋，逐步解決唔同階段嘅需求。長遠房屋策略曾經提出10年建屋目標，係政府一種重要嘅表態。但係呢一種表態只停留喺公共政策制定嘅較低層級，真正有活力、科學持久嘅策略，應當具有一定嘅循環性同埋原始自發動力。公共房屋政策如果過分依賴政府單方面向市民派屋，明顯係不具循環性，亦都無從談起自發嘅政策動力。強拍條例並唔係應該用嚟解決樓宇老舊嘅問題。我哋有數以萬計嘅舊樓，每年都有增加嘅趨勢，加上舊樓嘅規模已經唔再係以前3、4層高嘅舊樓為主。要解決舊樓破舊嘅問題，我哋係要有一套有效嘅協助業主恆常維修大廈嘅方案，有效咁樣維持大廈維修工程費用係一個市民可以負擔嘅水平。房屋策略係動態嘅，隨住時代一定係會有變化同埋調整。如果政府心目之中有一套房屋策略，咁呢一套策略有冇就日後嘅人口轉變、城市老齡化、人口超老齡化、家庭結構、外來人才同埋移民嘅需求、科技改變、工作模式改變，
以至大灣區發展同融合對於房屋供求嘅影響等等嘅因素，作出相應嘅考慮，而適時作出調整。有好多嘅屋邨咧，當然係即係隨住嗰個即係歷史嘅因素，佢係長者嘅人口係較多嘅。咁除咗硬件之外咧，即係我哋可以設計，譬如好多掛鈎啊，或者好多扶手啊等等，俾啲長者之外。咁我想問喺個軟件上邊咧，即係幸福設計就並不是一定係嗰個硬件嘅，軟件你哋都要諗埋。咁點樣能夠令到呢啲村係充滿翻一啲活力呢？我哋需要思考劏房現象嘅背後所反映更深層嘅香港社會現實同埋時代背景，亦都要明確今日我哋提出簡樸房政策嘅邏輯。喺呢一項政策執行過程中，我哋要理清一個概念，唔好唔係等於錯。希望日後局方能夠考慮以鼓勵、引導代替懲罰，又或者最少軟硬兼施。畢竟唔少劏房嘅業主過去幾十年都協助咗政府提供額外居住選擇俾買唔起樓但係又上唔到公屋嘅基層市民。